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13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日什么新闻重点。在中国发展的台湾网络作家罗新，去年失踪，传出因为出版禁册红判12档，各台办嘛正式有结案。台东的往来食客开赴外销中国，也毋过头一批一个货柜，互中国海关验到有糖，又搁防禁止进口。早起高雄的客运车司机塞车去高雄美术馆头前抗议政府的交通新法规，互民众小侪检举，因直要活袂落去咯。新闻开始来看，去中国发展真侪档，台湾的网络作家罗新去年传出失踪哦。最近风声讲，伊是因为伫中国出版禁册，互公安抓起来，互判刑12档。中国的各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今仔嘛证实讲有结案，海基会嘛表示讲，家属已经有提出讲要求协助。最近这几年来，一直有风声讲，有台湾人去中国旅游或者是做生意的时阵，常常去互关起来。即马佫传出搬去中国住，台湾成人小说的作家罗新，因为私底下出版禁册趁钱，被判12年。各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3证实，罗新因为犯罪被抓起来，相关的案件当依法办理。海基会讲，家属已经有提出求助。家属上周确实与海基会联系，配合家属诉求，并为保障当事人权益，以循两岸两会既有的管道，促请陆方协助。罗新本名廖明安，去中国发展已经真侪年啊，伫个广东珠海定居。人讲伊是中国宪法武业革命运动发起者，伊伫中国经营已经真侪年的网站阿米巴星球，去年9月开始就无看到过看。伊本人的微博嘛超过1年无更新。今年2月，中国公安部网安局捌发文指出，有查到一个号做豪道小说的 App， 内底违规咧卖用宪法小说的外衫，是这传播色情的小说。甲廖某人等等主要的负责人抓起来。其实中国2019年开始，就以净化文化市场特殊为理由，加强思想的监管，甲内容的审查，也规定网络小说袂当描写女性颔骨以下的部位。很难去拿捏说，在中国有哪一些黄线、红线必须要去遵守哈。我们可能认知到说这只是一个这个文艺的小说，但实际上在中共容易认定说相关的内容可能会影响到它的社会稳定，有违习近平所提出所谓的中国的相关的一些精神文明的一些发展。学者指出，中共当局最近对娱乐、出版、甲文艺等等的行业一直加强控制力头。不过，管制标准互人杀无涨，也互相关的业者面临的风险大大加悬。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东的往来食客开赴外销中国，也毋过头一批有一个货柜，互中国海关验到有糖，所以又个禁止进口。台东县长是呼吁中央哦，应该协助进出口的把关。台东县今年为准备往来食客开赴外销中国，甲台东大学合作，制定包装厂清洁居新的流程规范。顶礼拜第一批43.3吨的往来食客包装运到中国，不过其中约是一个货柜，互中国海关检验出有糖害禁止进入。官府表示，照官府规范，对这间包装厂停权10天免外销。不过招庆令也发声中央应该做好出关进前检验，有糖害就免放出去。这边我们都一切的按规定，因为本来关于如果检验出包装厂有不合格的货品，我们按规定就是要停货。在品质检验的部分，的确在国内是要中央防检署的协助。那我们希望他能够在这个部分协助县政府和农民。真无简单，开赴往来食客外销中国，不过互中国检出糖害，所以中国核准注册另外37间包装厂陆续又要出货。农民讲有信心将糖害降到上低。我们遇到问题就处理问题啊。那介壳虫肉眼本来就很难辨识，相信各包装厂一定会再更积极去面对它。有特别的要求说，因为这个蔬果厂上面可能都会附着很多的，不管是虫卵或者是幼虫。好，那在进入包装厂的清洁区的时候，就必须要去把它换成一个新的。台东县府强调，包装厂的糖害清洁比中央目前规范更加严格。不过最后检验放行权责也是在中央。空检署在11月7日发出的新闻稿表示，因为中国到即马对台湾要求佮提供相关检疫规范依然无结果，即马今年照原本的做法检疫，而且第一批的厂香并无糖害，呼吁中国赶紧恢复两化技术对话。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又个传出全国里长侯友宜后援会成员中华糖友里的里长何吉成哦，伊亲像接受中国的招待，等下接受检方的调查。侯友宜今仔是表示讲，伊尊重司法。民众党的副总统候选人吴欣盈嘛回顾了，针对财产申报的争议，伊是表示讲，各个整理会依照规定来办理。今仔副总统赖清德是接见日本的新任驻台的代表，望讲会当来加强双方的合作，守护印太地区的和平。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透早到澎湖造势，为党籍立委候选人徛台友好。下晡要去高雄启动专台车队造机，积极落战。不过，中华河北镇糖友里长何吉成疑似因为蔡坛去中国接受招待，互检方认为涉嫌违反反渗透法，直接暗时无报请回。因为伊是全国里长后援会人员，日前批评是介入选举，侯友宜亲身反驳。司法要勿忘勿重，把事情理清楚。但是，民进党，请不要对我做不正当的连结，这是一个操控。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吴欣盈结束联合国气候变迁大会行程，13透早回国，到立法院主持会议。对财产申报证据，伊表示要在争议当中会依照规定办理，要声险积极。伊的有志人形象看起来对少年人产生寡票效应，影响民众党的选情。伊是用总统蔡英文来激励。蔡英文总统他的家世背景也非常好。那当时在选举的时候，我也不觉得说，因为他的家世背景而对他对台湾想做的改变，对台湾想服务的热忱，而得到任何的质疑。谢谢你们。台日共同合作之下，不仅仅是两国人民友情更好，经济创造双赢，我们也能够共同携手合作，在印太的和平稳定上面扮演关键的角色。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13无竞选活动，以副总统身份接见新任日本驻台代表，希望代志应加强合作交流，守护印太区域和平。最近有文章指出，赖清德捌帮助性侵犯开记者会爱国杯，赖清德竞选办公室严正反驳，因为是恶一万恶，已经正式报警，绝对袂安尼就准拄好。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上届工资法昨3读通过，虽然规定讲爱参考物价指数，也毋过无规定讲调薪的幅度袂当比物价指数起的趴数较低，所以在野党是真不满哦。劳工团体嘛批评讲，这个上届工资法根本无啥路用。行政院长陈建仁早起是表示讲，未来要调薪一定爱参考消费者物价指数。劳动部长柯明春嘛强调讲，若是强制规定讲袂当比什么指标较少，会较无春秋。部长是认为讲，目前的规定哦，对劳工的保障已经有够。互劳工鸟鸟看已经真久，嘛是总统蔡英文任内重要的政见。上届工资法12、3读通过，也未正式上路，煞是争议不断。毋但劳团无满意，因为未来调整，劳资双方针对金额来来回回进行罢免会阁发生。在野党嘛质疑这项的指标是会当参考，毋是必须爱参考，指控政府拍假球。行政院长陈建仁13亲身出面背会，讲会定期检讨上届工资。实际上 CPI 是列入应采取的这个参数，并不是得这是有错误的提问所以大家要放心CPI 一定是要列入参采的参数当中。陈建仁强调讲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一定会列入参考的参数。针对国民党甲民众党提出上届工资调整的幅度，袂当比物价调整的幅度较低，全部拢去互民进党反对。劳团批评上届工资法，甲目前基本工资审议制度是差无偌济，无设立上届工资调整幅度的底线，明定袂当调降。上届工资法根本是非法。劳动部长柯明春亲身出来回应，用法律硬规定调整的幅度袂当比某一个指标较低，各国拢无这款的规定。虽然没有采纳这样的意见，但是我相信以我们这几年的一个审议的经验，是全数 CPI 都全数的反映也就是说我们没有低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外界关注上届工资的保障敢是有够？柯明春回应讲，2年审议拢全部反映 CPI 年增率，必须爱参考的指标以外，还有会当参考的指标，劳工才有完整的保障。记者综合报道。
大巨蛋开始营运咯，大概门票一开始买就随风抢了了，黄牛票嘛真抢手哦。台北市的警方嘛已经查到117订，上山分局抓到一个姓廖民众，伊伫网络买阿金赛的门票，计销是并赔，该依上法办哦。也毋过落尾法院是判免罚。一场看球赛球迷热情欢呼，大巨蛋开幕迎接赛事开始。拄结束的亚锦赛门票一票难求，毋过台北市警方迄时阵就发现有黄牛。远景网络巡逻有人反悔卖票，大汉大节门票惊是买人联络。2场原价1000二，开2500才将票卖到手，顺线掠到卖人。照社会法上班，只是案件进入法院，法官裁定无被罚。查获单位是采用这个网络上的诱捕购买，那在法律上来讲，这个诱捕购买并没有真正要购买这个票的争议，两者之间没办法成立所谓的购买这个黄牛票计税的行为。黄牛卖票无被罚，法官指出，先生了人有被行为，毋过警方依伫办案用引诱的方式要当场涨掉，并无真正买票意愿。应该看作是被告行为属于未遂程度，按照社会法，无处罚未遂犯。查到黄牛上山分局表示尊重，无要提控告。在修法前，警方将持续依社会法加强查缉，查缉后移送检疫庭裁处，可处3日以下拘留或18000元以下之罚款。大巨蛋开放半个月，台北市查到运动比赛黄牛有117件，119人。毋过，这种违法仅能用社会法来处理。除非黄牛票牵涉演唱会者的基本表现，今年修法上路的文创法才能适用，仍可能面临刑责。毋过新法无纳入运动比赛，运动产业发展条例刚才通过立院草审，目前只可行政处分，恐惊无法度阻止体育比赛黄牛乱象。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2当前有一个无执照的柔道教练，甲一个查甫囡仔涉事，后来体育署特说会当查教练证照的网站，也毋过有立委甲民间团体是批评讲，这个网站只是空壳尔尔，因发现讲有教练犯罪了后，互判刑。证照互撤销，也毋过若是教练，佮有其他协会发的证照，嘛是当佮继续教学生，问题赶快无解决。我们对于一个性侵惯犯，居然不是这些体育学会，居然不是把他停权，而是把他视为嘉宾，让他去担任总召集人。已经判决确定的性侵累犯，竟然毋是永远停权，顶多是继续开武术馆，担任协会的重要职务，佮伫别个协会的活动做嘉宾。踢拳道协会的会员林小姐真受气，讲为什么这款教练阁会当顾着伊安尼乱骚？因若去体育署的教练证照系统，甚至是阁查会到这个教练的名。教练还有暴力的问题，其他不适任的状况没有被处理。我们今天看到这样的制度，就是让性侵的教练继续留在这个你们的查询资料库里面。林本指出，教练证照查询系统无法度知影教练是毋是有遵守职业伦理，敢有专业的知识。系统内底嘛有教练，明明已经向协会撤销证照，所以因为有其他协会的教练证照，所以会当继续接触离校运动员。系统的对接是真明显有问题。2018年，桃园某国中黄姓棒球教练性侵，长期不当处罚而上。可是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名字，在篮球、健美、跆拳道。教练证照的撤销跟通报制度，我们会来加强落实。好，那最主要可能就是勾稽的部分，好，还有这个他们在处理的进度的部分，哈，我们可能要进一步来加强协会来，然后进一步落实。体育署强调，会请协会全面清查，嘛加强监督协会敢有处理甲通报。不过立委表示，有真侪有问题的教练，也是伫咧教育现场，就要建立真正无责任教练制度，互因无法度搁接触到囡仔。记者台北报道。再来看一个对华人自强国中转下来台北的6岁学生哦，伊嘛是拿球的队员哦，因为转下就爱互禁赛一档，伊无法度参加今年的国中拿球联赛。这个规定这几天伫网络引起真侪讨论，有人是批评讲这是阻挡囡仔的发展。高中的体总是表示讲，因会赶紧来讨论，看安怎来修正这个制度。一条高中体育总会的公文，就互一个国中囡仔无法度比赛。这个囡仔过去读花莲的自强国中，教练烦恼囡仔行歹路，带囡仔转学到台北，现总是参加1级篮球联赛。不过，这个学生顶赛季有加给比赛记录，佮有转学记录，按照规定互禁赛1年。
做学检赛规定引起台大教授叶炳成不满，批评是阻挡囡仔的发展。高中体总回应会讨论改善。为了避免有钱有势力的学校可以去挖更多的学生到他学校，我们可能会先拟一个方案嘛，然后先用问卷的方式发到今年这个学年度有报名的学校，然后先收集大家的意见之后，我们统整出来，可能会再找有关委员也好，或是找学校代表也好，再来做一个会议上的讨论。叶炳成讲，教练烦恼这个有篮球天分的囡仔会互帮派吸收，所以带伊到台北读册拍球，却因为专项竞赛规定，互囡仔失去比赛的机会。顶下年度国中篮球联赛甲级男子组冠军，金华国中教练吴建杰认为，这个规定有需要做调整。他们担心的是恶性挖角这个问题嘛？那如果这个学生他不是因为恶性挖角呢，他是因为家里搬家呢，还是说他对这个学校的环境适应不良呢？那如果是像这样的状况，他转学，他必须就是要受到这个1年的求检，对吧？这个学生他是为什么原因转学，什么要有一个审查的机制。吴建杰讲，囡仔转学的原因有800款，现主是无论原因就拢禁赛1年，并无合理。认为要有一套制度，按照囡仔的状况判断，敢有需要禁赛，也有禁赛时间长短，安尼较合理。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现代人哦，年头长是真事上的代志，也毋过有医师就提醒讲，秋天甲寒人哦，皮肤较易发炎，所以年头长就要注意过敏反应。头、阿妈骨、面，若是有发炎着伤哦，还是讲有药剂病、血液疾病人，上好就毋通年头毛。卫生福利部嘛提醒讲，目前咱国内哦是无核准任何会当洗头毛兼年头毛的产品。准备迎接新的一年，有寡人会用年头毛来改头换面。啊，不过无论是流行的公敌测水，也是脸部感觉，若是年头毛，就一定要注意到安全，尤其是快速泥、泡泡泥这的产品流行。选年头毛这都爱细致，才袂开钱阁上心。染发使用不当，可能会导致头皮出现红斑、瘙痒、水泡。皮肤溃烂或甚至过敏性皮肤炎。染发是属于特定用途化妆品。此外，就是提醒消费者，就是说目前卫福部并没有核准，就是同时可以洗发跟那个染发的一个产品。相片当中，一个老先生年头毛了后过敏，头壳皮出现红肿，不过医师伫临床顶悬也看过，年头毛不只可能互头壳皮、面部有过敏的反应，也捌有病人引起全身红疹来看医生。秋冬是肌肉性皮肤炎较发生的时期，医生就建议伫年头毛进前，要先经过48点钟的皮肤测试。我们染发剂要引发过敏的反应，它不是立即性的。它并不是说我现在测试之后可能1小时就出现反应，通常我们皮肤要出现这种过敏的状态，需要48小时到72小时。医师表示，若是用年头毛剂捌引起过敏无舒适的民众，或者是头颔骨面有发炎、受伤加腰子，或者是血液疾病患者，拢无建议年头毛。一般民众也唔通经来源无清楚的染发剂，避免含有重金属。每一摆年头毛一定要隔3个月以上，年头毛1礼拜前后也不适合电头毛。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华哦，又搁传出有坠落过车路洪弄死的事件。昨暗头啊，有一民众赛车经过彰化市的东外环路段的时，有一只坠落汹汹冲出来哦，结果洪弄死。这路段今年嘛已经有3只路啊洪弄死咯。农业处是表示讲会来检讨改善。驾驶赛车驶落行，甲头前车嘛有保持距离，毋过安全岛汹汹一只大水鹿冲出来，驾驶未负反应，直接撞落去，互伊错一条。反应都来不及，比较担心的是，如果下次是骑脚踏车的，还是骑机车的比较危险。因为拢伤过大力，这只大水鹿当场死亡。代志发生伫咧12月12日暗头6点迄卡刀，地点伫咧彰化市东外环，也就是第74架线落南的路段。警察接到通知，随去处理，加载无牵连到别人。自小客车驾驶并没有受伤，那本所检立即将水路移至路旁，避免影响行车安全。
这站甲水路拢是事件，是这个路段今年的第3站。另外，嘛有未少水路接近邻家厝，也是甲民众近距离接触的状况。中华县府农业处表示，八卦山这带花坛、田中甲丽水，拢是水路接出现的所在，而且水路的数量是愈来愈多。如果那是原生种的水路，就是会受到野生动物保育类的保护，它的那个保护强度会比较高。如果是经济动物溢出的话，我们还是以就是兼顾民众的生命安全还有财产。中华县农业处表示，因为这水路红定义做经济动物外溢，今麦经伫内区路段设警示甲标示，并且评估设围篱啊。那总共数量伤过头济，会看状况来猎捕，避免弄死动物的意外搁再发生。记者中华报道。来看今仔早起有动保团体去行政院向海保署来呼吁讲，应该要禁止海洋、海猪的表演。海保署是表示讲，伊嘛是反对利用野生动物来表演哦，也毋过要立法来禁止，就要修法，嘛讲因会赶紧来推动。工作人员在海底欣赏游离水中，或者是海底动作正整齐，跳出水面。不管是伫国内外，拢有海底的表演。不过国内有10外的公民会再来到行政院头前，呼吁国内来禁止。反对海豚表演，动物不是娱乐，动物不是娱乐。海底美笑应援会指出，目前伫野柳海洋世界，佮有花莲远雄海洋公园，依然有海底的表演，包括派工作人员伫水面上来耍动、耍呼啦圈。另外，民众只要付钱，佮会当甲因玩亲亲。有代表批评，这绝对不是海洋教育的必要之恶，是纯粹的恶。它绝对是一个纯粹的恶。为了展出海豚表演，有些海豚它从野外被捕捉，它经历跟家族、跟朋友的离散与伤痛，甚至亲眼睁睁的看着家人被残忍的屠杀。应援会指出，农业部去年已经函释绿极保育类野生动物袂当进行表演，佮甲人互动，呼吁海保署应该比照办理来保护海底。对于利用野生动物来做这个展演这件事情呢，我们是基本上也是表示反对了哈。那我们这一块也会尽快来跟农业部那边来合作推动修法。海保署表示，目前野保法法令还未完备，希望透过修法，让法令授权更较明确。为怎样无爱以函释来处理呢？海保署解释，基于法律保留原则，修法会当互行政执行顶头更较有依循，确保相关的权益。记者林俊夏基文台北报道。国际新闻来看，停火结束，以色列又搁开始轰炸加沙。美国总统拜登昨是警告讲，以色列会因为对加沙轰炸引起反感，失去国际社会的支持。以色列用定发性而且无差别轰炸加沙，百姓失去至亲的画面，逐工伫国际媒体报上的时阵，美国总统拜登昨日用真少看到强硬、带有警告意味的口气表示，以色列因为对加沙的轰炸，煞失去国际社会支持。伊认为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理解这一点，不过对伊的战时队伍都无遮尔把握咯。人伫黎巴嫩的哈马斯领袖之一哈姆丹就表示，拜登即马总算知影加沙战争是疯狂的行动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这礼拜会去以色列直接进行参详。拜登搁一摆警告以色列唔通亲像2001年由于恐怖攻击事件了后，美国反应过度共款。拜登伫这会进前就是10月伫被恐怖款活动，公民节招待会顶馆面对犹太的关节人，直接表示家己甲以色列领导人有无共款的意见，佮讲起一段以前的往事。I've known Bibi for now 51 years. He has a picture on his desk of he and I when he was a young member of the Israeli service here, foreign service. And I was a 32-year-old senator. And I wrote on the top of it, Bibi, I love you, but I don't agree with the damn thing you have to say. It's about the same today. 伫拜登募款活动讲话进前，纳坦雅胡则感谢美国支持，得到对地面进攻的全力支持，佮当助国际社会要求停火压力。יש מחלוקות לגבי היום שאחרי חמאס, ואני מקווה שנגיע להסכמה גם כאן. 联合国大会10日伫193席当中，153票赞成通过立即人道停火，不过无实际约束力。顶礼拜美国才伫安理会放过一项内容共款的决议，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
再来看西班牙品牌沙若，才启动一支新的产品的广告，外面出现用背部包起来的菱形 model， 还有机体有欠缺的假人。外界是批评讲，这些消费因为战争受害的加沙民众引起抗议加抵制。沙若伫10月已经把这个广告撤掉，嘛强调讲哦，这个广告7月就定案咯，才危害受到外界误解。西班牙巴塞隆纳沙洛分店的赌摊由原坑引起风波的系列外套设计，沙洛车市伫网络推出新的广告，马道铺垫背部的红仔，部分的红仔搁长脚长手，现场怒冲冲，互人想起加沙地区遭受空袭的巴勒斯坦民众的惨状，引起外界抵制声音。支持巴人组织，搁伫店面外口示威。突尼西亚首都突尼西沙洛分店赌摊甲地板，互人喷红漆。沙洛进前表示，这系列设计源自几世纪进前南宗。10月透过声明表示，广告伫7月有这个想法，9月拍片、宣传相片，营造出艺术家工作室的场景甲气氛，对外界误解感觉真遗憾。这是沙洛第一摆引爆以巴政机，2001年迄时阵的设计总监捌发送反巴勒斯坦言论的信息，招来抵制声音。以哈战争引爆美国高高校园的反犹太言论风波，哈佛大学董事会10日宣布，校长建议会继续留落来。 They feel that to remove her would be again bending to political pressure and sort of contravening principles of academic freedom that Harvard prides itself on. 超过650个哈佛教职员联名签署立庭建议，要求董事会可以继续留任。宾州大学、哈佛甲麻省理工学院3校校长齐估出席众议院校园反犹太言论风波听证会，因为并不明确表态是不是谴责反犹太言论，煞饱受批评。宾州大学校长麦吉尔因为压力伤过大，已经请辞。麻省理工学院也表态支持校长科恩布鲁斯。公司新闻张淑芬朋友。来看南韩有一个人口流失真严重的小岛，这几冬嘛因为当地政府伫岛上唯一一间的中学来设棒球队，请职棒出身的教练，想对棒球有兴趣的学生来遮拍棒球，所以为岛上增加未济的人口，嘛互这个岛变甲真有活力。离厝400公里，为着追求棒球梦，17岁安生汉甲16岁安生英两兄弟相信这个当地老化渐渐回春，离岛棒球重点中学，会当互因走向成功。 여기 진짜 아무것도 없어가지고 거기 공도 있고 해가지고 할 수 있는 게 진짜 야구뿐이어가지고 그냥 심심하면 야구하고 뭐 그런 걸로 할 수 있어서 그런 목표에 갈 수 있을 것 같아요. 捌伫培养几60个韩国职棒球员的东国大学担任总教练的金浩英，也甲张光浩是人传来。 원하는 게 프로니까 프로팀에 보내려고 좀 노력하고 있습니다. 老一辈在地人对于棒球甲学生囡仔入来表示欢迎。球队运作资金是当地海岸乌山补助款，有部分居民認為不應該把這個錢用喺支持棒球隊，不過嘛有人感覺資金本來就應該活用。 야구부 애들을 데려서 학교 폐교를 방지하고 존립하기 위해서 했지만은. 德基岛是南韩昂定群岛的一部分，为仁川市坐船来到这，较免2點鐘。在交通不方便的情形下，这个岛幾60年來較少人行到位。為50年代1.2萬的居民，到即馬敢若剩1800人。2021年，島上唯一的中學成立棒球隊，一日開始招收28球員，今年佫增加13人。韓國佫特別重視棒球運動，而且因為離島的關係，讓少年球員會當專心對夢，也吸引真牛的球員甲親人搬入來。希望有一天為這拍出名聲，讓這個老化的離島藉由棒球會當有更加個人的關係。公司新聞黃文玲編譯。過來消息來看，政府伫6月底提出講，賽車也是騎車，攏愛讓過路人先過新的交通法規。也毋過有真濟職業駕駛就表示講實在是傷濟民眾在檢舉咯，有人挑故意對佇因客停車後面金上。早起因着賽車去高雄美術館頭前來抗議。停車場滿滿的計程車13透早，大約80個職業駕駛佇高雄美術館集合，準備踅市區道路頂前。因為讓行人條款甲部分檢舉人故意對協定，已經影響到因的生計。完全都沒有號誌燈，也沒有說什麼雙黃線禁止穿越，結果要直接判我直接闖紅燈的這個罰單。車子已經到那邊了，他人衝出來，我怎麼剎車？剎車自己嗎？
我刹车，我人不就飞出去？你们这个交通法规根本就是乱搞。提出罚单定真难处，就算行人雄雄冲出来，无娘还是爱记点罚款加上课。一做三法，互驾驶挡袂牢。全国驾驶人权益联盟协会希望政府嘛会使考虑驾驶的处境。各政府局处的交通官员能够重视我们的诉求，并且将这个检举制度重新发回立法院做更审。废除乱检举。废除乱检举。那法考核那将定真书交予高市交通局，驾驶甚至包围交通局官员，表示罚单申诉办理的时间伤长。很多人申诉都要等3个月，以前是15天。路段中100到150公尺，要划设10%的临停黄线，或者是专用的临停停车格，这部分我们已经在办理当中。市府答应将意见转予中央，接近中昼，10几台客轮车驶着高山路的道路游行，表达诉求，呼吁政府公平考虑所有的用路人，将检举权留予警察，予因生存的空间。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再来看丁仔卡到底敢会当停车咧？台南市有民意代表就提案，望国会当来开放丁仔卡停车哦。台南市交通局是表示讲，目前规划讲丁仔卡只要保留1公尺半人会当行的空间哦，就会当来开放停车。路边的丁仔卡有的空间是机车停满满，有的是空，有的人是甲机车停伫家己徛街头前的丁仔卡，嘛定去用检举处理，所以唔敢搁乱停车。我再去用开单嘛吼。这几年了，大家搁来个调去啊！敢若停啊，无5分钟哦，警察来，哔哔，你紧开走。嘛有人是甲车牌砍掉咧，避免互人检举。有民众认为家己徛街头前的丁仔卡，互人来行，搁爱互政府扣地价税，家己要停车煞会去用罚钱，是真无合理。不过最近交通部已经发文予地方政府，讲会当按状况来开放丁仔卡停车。台南市嘛拍算适度开放，民众嘛乐见其成。汽车只要停在骑楼下，留30公分就可以，这样子就可以停。可是警察他并不会判定这30公分啊。了一个感觉讲会当有行人过路，停车我们自己的车可以停，这样我们可以接受。那骑楼除了留给公众通行的范围以外的其他空间，要还给土地所有权人，让民众可以自己使用。有民来提案，要制定台南市基楼管理使用自治条例，已经送议会排审，拍算伫明年的会期来推敲。市政府嘛表示，近期会甲相关单位来讨论。近期也会来跟执法机关、警察局，那还有骑楼主管机关、公务局我们会来共同研商一个比较适合台南市的一个权益的做法那我们也希望那这个权益做法，希望能够在农历春节之前就能够来有一个定案那能够。让市民或者是执法单位能够有一个依据。台南市的开发较早，厝舍头前普遍拢有铺丁仔卡，居民嘛惯势甲机车停伫家己徛街头前的丁仔卡，煞定定去互检举，引起争议。市府考虑过年期间停车的需求较济，只要有保留1.5公尺的过路空间，原则上就袂去处理。不过详细也会讨论修正。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桃园的粪扫费目前是甲水费做伙定收。去年的10月，桃园的旧山阁有8得4个里试办粪扫，就爱用专用的粪扫袋啊，粪扫的量嘛有减少2成哦。环保局本地规划讲，后年的7月特别全面来使用粪扫袋啊，也毋过明年度的预算风太掉了，所以这计划只好先暂停。用专用的粪扫袋啊，底粪扫了后，等落粪扫车。桃园去年10月伫旧山甲8地4个里试办粪扫的费用随地定收，粪扫的量减2成。环保局讲，民众的满意度嘛超过7成。原地按算后年2025年7月，全面推动粪扫的费用随地定收，成本1亿1700多万的预算，不过煞去有机会删除。我们现在很多的市民们呢，针对要另外购好垃圾袋大家都很有意见。民众对于垃圾分类这一块呢，都还没有达到一个共识，因此我们希望桃园市政府要加强来做宣导，有充分了解之后，我们来实施。那这样的话，我相信效果会更好。议员认为民众对政策无了解，意见无同款，向公来执行恐惊无采人民纳税的钱，经过党团协商，拢同意删除。不过，为着防止新北市下届甲粪扫当去桃园，伫各界8地旧山4个里推行专用粪扫袋的制度，也是依期办理。事先要有一个宣导期，
还有一个试用期这个阶段。那这个阶段就是让民众去改变他的生活习惯，通常这个习惯都要到1年半到2年的时间了。针对预算去向删除粪扫随地征收的政策，国务理将大延后。科保局讲，在尊重议会前提之下，粪扫费用随地征收推动的工作，会搁做合理的规划。推动的时程嘛会久长，目前无一定的时间表，会搁甲议员好好沟通。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县好买芳草李有一搭超过500平的空地，这个月初6开始已经稻花几啊届了。因为遮拢红等一寡装潢甲起厝的废料，所以火是真恶拍花。环保局是表示讲，针对适当前就开始立管哦，会要求土地所有权人来说明。茶油啊一直咧庆宴，环保局人员甲当地里长搁再来勘查，云林好买的芳草李保买这搭有一个超过500平空地也无咧用，因为互人乌白倒真济装潢的建筑废弃物，为这个月初6开始已经倒火几若届啊。啊是知影，我拍火车来拍足侪届啊啦，安尼啦，嘿，拢拍袂花，嘿啦，啥事嘞？我拢后摆看4、5台来咧。这个咱袂想点火嘛，唔知啊，点火倒起来，啊，即马倒起来吼。即嘛是透气流风较无影响，那透气流风规整个人拢闻到迄个臭味啦，足垃圾足混了的啦。当地里长表示，这堆废弃物内底有真侪茶油啊、茶料。虽然消防人员已经来拍火真侪届啊，不过物件原来翕伫内底咧烧，而且4颗位仔的水源较少，要甲火拍花是搁较无简单。环保局表示，这个空地啊，为2019年开始封管制做废弃物的列管区，因为目前乌白倒废弃物的行为人搁咧增加，会搁要求伊爱提出清除的计划。也经过司法单位的一个判决，目前行为人也在执行当中。那我们也要求行为人提了处置计划，但是他提了2次的处置计划，显然都没有按照这个计划书来确实执行。那我们是不以核备的哈。那目前我们会积极透过检方了请行为人那赶快来落实这个现场复原的动作了哈。环保局表示，这个所在本地是一个大水池，下骹敢阁有其他废弃物，阁需要查证。若准行为人无法度来拼，会由环保局强制代替执行，则阁甲行为人讨赔，嘛会联络地主到案说明厘清。若阁发现其他违规者，会照废惩罚处分。记者王伟雄云林报道。再来看高雄市最近的铁九如桥，也毋过昨半暝个时间，里长是接到未接的电话。市政府是表示讲，因为伫日时轻便铁路营运的时段是袂当时间，所以才会伫暗时11点到靠早4点来调。也毋过环保局起早嘛发现讲，昨半暝三星的测音已经超过标准了，有要求施工的单位得爱改善。当机具施工的声音一直传来，阁看会到怪手咧动工。不过当时已经接近半暝12点，互民众相当不满。暂时等去现场，还阁有怪手咧作业。邻近徛好讲施工的声音真正伤大声，互因真歹困。里长嘛讲接破完的电话接到手软。12点半都已经要放啊，半暝啊，12点半。就也要用啊。是哦。影响到恁生活呗。你想嘞？没有困。没有困，要去看嘛，伊还在看嘛呀。昨天10点多回家，我还看他们还在施工，然后上去楼上的时候，就还有听到有声音。莫讲昨昏啦，最近就是电话吼。电话卡卡拢变的，其实有影啦，因为暗时咧弄，安尼作差的时阵这才是民众挡袂掉啦。现场是九如桥铁道工程完成周边路段铁道，阁有开放通行了后，特别来铁道轻铁原顶的九如桥，毋过公众运输安全规定，轻铁营运时段袂当施工，才会核准着施工单位伫半暝来施工。为配合轻轨顾及公众运输通行安全的规定，轻轨营运时间不得施工。所以申请晚上11点至凌晨4点夜间施工。市府表示，暗时施工的时间会到这个礼拜5，会随时派人去监测。不过12号暗头，环保局起在时阵发现工地用量78分贝，已经超过管制标准，违反着噪音管制法，已经要求施工单位要限期改善，复查了后若无合格会开罚。记者王丽婷、林昭宽个报道。再来看花莲大桥真有历史咯，佮因为拄着过真侪届的大地震桥嘛有淡薄仔稍微，所以交通部要用24亿来重启这桥，按说3档完工明仔载特别开始拆桥，买来进行交通管制。
10时开始，花莲大桥就要封起来，公路总局已经入去设管制区。附近民众虽然正期待新桥会真安全甲便利，不过嘛烦恼时间期间，附近的交通可能进入黑暗期。跨年跟那个春节一定会影响，对啊，因为这边车流量其实蛮大的，尤其是去海洋公园会担心啦，因为我们常常这边往返啊，而且现在车流量又那么多。花莲大桥是由2座分别伫民国57年甲民国91年兴建的2大桥组成的。因为伫第3段经过2月初6、9月18强烈地震，桥梁山位已经无法度修理。考虑大家的安全，交通部特别开24亿中建。封闭之后，先将一带桥，就是南下的桥梁，先做打除，来做新桥的一个新建。之后所以会把北上的这个桥梁变成是单向双线的一个通行。花莲大桥是连接花东唱国甲汉华线，施工期间一定会对台11线的居民甲产业造成影响，尤其是春节甲连续假期会搁较窒，是不是需要规划到外外大桥分散车流，还需要研究。依照这个公路总局他们的规划，交围的措施必须都要经过这个大安汇报来同意，所以我们也呼吁这个民众要密切的注意桥梁的这个管制的方式。公路总局是讲，花莲大桥新桥总长595公尺，宽度24.8公尺，用更上牛形形式设计。未来新桥南北桥面拢有双车道，也加基慢车道、人行道，一定伫115年9月完工。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大病院伫心脏的3尖瓣膜的治疗有真厉害的案例，因最近针对一个80多岁老大人，用心导管的微创手术加新的医材来治疗，有真好的效果哦。唔那是咱台湾的头一个技术，嘛领先日本甲韩国等国家。医护人员送吉祥红仔，代表众生平安。82岁的周先生，进前因为严重的3尖瓣膜凝气，合并正心衰竭，不过高龄长辈拒绝接受传统的开心脏手术。好佳在经过评估，院方采用上新的因为性顶下腔静脉支架瓣膜抵抗术。目前手术了后40天，周先生心衰竭的症头已经大幅度改善。这也是全台湾头一个，并领先日韩这个国家使用这项新的技术成功的个案。现在好多了，以前你没走几步路就要停了。受理个案的台大医疗团队表示，3尖瓣膜是正心房甲正心室中央的闸门，也是心脏重要的大门。若做欠损无齐全，轻中度大部分是无症头，不过若是较严重会造成较会喘，也个会心寒水，合并黄痰，个会造成肝腰子衰竭。传统的治疗敢会当开刀，不过考虑高龄患者手术的风险较悬，所以才采用心导管微创手术，利用牛的心包膜组织造成瓣膜，填伫液态合金的支架内，安尼就会当互因为3尖瓣膜欠损倒流的血，袂溢起顶下腔静脉。这种的手术唔那伤口细，手术的时间短，成功率嘛较悬。病人的这个活动力啊，和他的生活品质也会大幅的这个提升，甚至会因为心衰竭而住院的这个比例会下降很多。医疗团队表示，这种的特殊医材已经伫欧洲上市，咱台湾是也未得到是有属的医疗器材许可证，所以先申请专案进口，而且因为也未纳入健保，病患爱自费，差不多是代票130万。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最近这2天全国的语文竞赛嘛，采用剧场的方式来比赛。台南的麻豆国小今年就摕到第1，学校是表示讲，这囡仔拢真认真的练习，课程嘛愈来愈生活化，所以囡仔的台语就愈来愈认同。泡面、蚵仔冰，还佫有手工的鸡卵糕。囡仔兄囡仔姊手提文本用刷牌台语来讲园游会新时代，因是麻豆国小6年的学生，这届参加全国语文竞赛，读者剧场组摕到第9的成绩。这项比赛是2022年教育部试办的项目，参演过背稿式演说无共款，爱共班的学生斗阵合作，在母语对话情境当中读剧本，就要回答评审的问题。有这侪字的妹妹角角拢念唔到。不过，阮嘛是坚持落去。老师会出一关题目，互阮练习，安尼会当伫阮比赛的时阵会较有自信。比赛历练，逐渐的去也当去互家己的实力更较
搁较强，啊，慢慢会当进步。被调奖无遮简单，囡仔下课面试练习，就连假日嘛无休困。两位指导老师无眠无日咧陪伴，其中王彦朴老师本身过去嘛是选手，一路比较单有19档的经验。伊第2摆带囡仔比赛就调奖，伊讲主要的关键是伫教学内底加入生活化的物件，互因会使学到真斗大的代志。真侪老师啊，真热心、真热情，啊嘛真面软咧，甲咱拖。所以呢，我嘛希望甲这种精神传承互遮个囡仔，嘛希望讲遮个囡仔咧会当继续为着台语的文化，为着咱台湾文化拍拼。校方指出，除了囡仔课程的学习，参加校外比赛，伊嘛鼓励家长伫厝加参囡仔用母语沟通，毋望台语未来的光景会使愈来愈好。记者李想台南采访报道。1999年的9·2大地震哦，灾区的囡仔受到真大的创伤。台湾好基金会甲云门舞集做伙成立那天教室，应用舞蹈来陪伴这个囡仔疗伤复健。后来哦，嘛佮继续服务偏乡的囡仔，前后已经超过24档咯，真正是无简单。咱做伙来了解。哇，很自由自在，很开心的飞在天空中。看囡仔伫青青的草坡快乐活动机体，心情拢轻松起来。因拢有上过那天教室的生活活动甲武术课。这是台湾好基金会董事长郭文昌甲云门舞集创办人林怀明，自1999年9·1大地震了后创办的公益计划，为着要帮助灾区的囡仔走出心理的创伤，用舞蹈、用肢体律动陪伴因，了后慢慢走向服务资源欠缺的学校。创造力还有他们的活动力哦，那是将来这些力量会陪伴他们长大了。这是当初我成立南天教室的期望。咱人的身躯是足活泼的，有教育好了，拢变甲足规矩啊，足紧的啦吼。慢慢啊，甲一寡咱身躯本能的物件都拢袂记的。所以这个课程蓝天计划这个物件，就是让囡仔会当发挥家己的想法、伊动作。那天教室课程创办到今已经24年，前5档服务9·1灾区，了后转向服务偏乡的学校。拜三伫咧天晴云白的好天气当中，发表第1届的成果分享会。毋但学生振动身体，嘛表现因学到的武术成果。捌受那天教室服务的学校表示，囡仔伫咧肢体活动的过程当中，有认捌到家己训练专注力，嘛慢慢较有自信。从身体跟心灵方面去觉得孩子从自信心一点一点的去建立，怎么样去跟上别人，怎么样去突破自己，我觉得孩子这里面学习的很多。今年那天教室伫咧新北苗栗南投计共10间学校有开那天课程，就是毋望囡仔毋但会当训练身体，嘛通伫咧音乐和舞蹈的世界拍开五感，自由振动身体。记者卢尚如、谢桂林台北报道。咱再来看今年的金钟奖国际调酒的比赛哦，伫高雄的举办，有12个国家的歌手来台湾交流技术。比赛规定是爱使用咱台湾本地的水果来发挥创意。那么做伙来看卖。台湾调酒的选手一出场，观众大声拍拍欢呼。对着现场的音乐，伊手摕着调酒杯来点现机卡，表演真精彩。这位选手已经有8年的调酒经验，也是今年金钟奖调酒餐饮比赛唯一一位代表台湾出赛，甲现场12个国家的选手共台竞技交流。有啊，但是有一些失误，也不要紧，咱就是要不断成长，对，大大等，大大练，希望讲以后会当为台湾出国比赛。台湾的选手伫咧饭店的外口草坡啊，伫遐咧等囡仔做文化的交流。这个囡仔有国际观。今年金钟奖是疫情后第1场的国际调酒赛。今年重点是选手爱将饮食环保的元素加入家己的调酒作品，唔但爱使用本地水果，佮爱重视实在再利用。每一位选手拢发挥创意，唔望得到好成绩。芭乐、奶鸡、熬头果、鸡仔去调制的，那希望就是这调出来颜色是绿色，希望讲大家当为环境出一分力。今年比赛除了调酒，嘛是头摆加入咖啡柳花、中餐菜色水果调起顶，拢总17组的比赛，唔但有职业的选手，佮有高中甲大学生，
除了展现台湾餐饮的水准，嘛互学生甲各国交流求进步。记者张友辉、邱超勇高雄报道。有人讲家己是家长开咯，在地家为自治宫的政治堂是家己上早的家长堂。为着要甲后民众来了解家长的文化，民俗研究者温宗翰带团队用8天的时间去一出纪录片叫《对手》，来讨论家长文化是要安怎来面对新世代、新潮流的挑战。无一定，最至少咱有改变伊对北家长的刻板印象是无好的。家己自治宫进入堂的前辈，真无来讲出社会对家长观感。这出叫做《对手》的纪录片，用家己持有500年历史的家己进入堂北家长做主角，了解家长的文化。家长成员讲出因的心声，嘛希望改变社会对家长的看法。社会大众对普遍对这个家长吼是有一种足深的一种歧视伫遐。希望呢透过影片有一个新的看法吼。咱希望讲大家伫咧这个纪录片内底会使看到因专业的迄一部分。传统家长馆吼，其实对家长囡仔吼，也是学生也要求足管的呀，其实足严格的，并不是像一般的社会大众想的这样子。这个纪录片描写家长成员之间互相一对手，两人一组斗打，感情为平常时都要开始培养。家长团的导师都指出，正教家长训练正严格，即马轻学的少年囡仔也愈来愈少，文化传承有真大危机。看到内底一家就这艺术团队跟政府合作，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目标。这样子对家长的形象啊什么，那我就都来改善甲帮忙，安尼就好嘿。伊只要若电头提面囡仔嘛讲家长，只要若交电头行做伙冤家就是家长。讲家长做无辜就是安尼啊。伊若讲对边仔送伊有可能的啦，若讲落去装别几工嘛。你这样伫遐别几工，因就可能有安尼无，因无度接受。纪录团队用8天时间完成制作了后，即马开始伫学校或者是社区来推广放送。路线嘛邀请进入堂的成员到现场，分享影片以外家长的故事，希望互民众会豆豆来了解家长的传统技艺甲文化。记者综合报道。下晡的天气，咱就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7度；中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8度；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29度；东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6度。外岛地区上低16度，上悬24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